打開瀏覽器前往 activities.kittenbach.hk， 在 Mr. Stammer 2026比賽目錄，打開支援及示範教學，打開 KOI AI 鏡頭圖像識別訓練程式，打開 MakeCode 程式，然後將程式下載到 Microbit。按照示範教學的接線圖，將 KOI 連接到 Robotbit。打開 Robotbit 的電源，等待 KOI 顯示鏡頭畫面和 Microbit 顯示 A 就可以開始訓練。Microbit 會顯示現時訓練的分類名稱。將 KOI 對準 A 的字卡，然後按 Microbit 的 B 鍵 ，KOI 就會錄入數據。每個分類可進行多次訓練，提升辨認準確性。完成一個分類之後，按 Microbit 的 A 鍵轉至下個分類。重複直至完成所有分類的訓練。KOI 在訓練時亦會顯示辨認結果。如果辨認結果未如理想，可以繼續訓練。在最後的分類 T 時，按 A 鍵即可回到分類 A， 然後就可以繼續進行訓練。完成訓練後，記住要按下 A 加 B 鍵儲存訓練結果，同時按下 A 加 B 鍵儲存模型。成功的話 ，KOI 會顯示 Save Successfully。重複以上步驟，訓練 KOI 辨認所有字體。你不需要一次過完成所有字體的訓練，只要你在關機前儲存模型，下次開機的時候，程式就會載入模型讓你繼續訓練。之前的訓練數據不會被清除，新的訓練數據會疊加於先前的訓練數據上。按下 KOI 左邊的按鍵，即可刪除模型檔案，讓你可以重新開始訓練模型。成功刪除模型的話， KOI 左上角將不會再顯示預測結果。同時按下 A 加 B 鍵儲存模型。成功的話，KOI 會顯示 Save Successfully。